南投水里国小的女子骹球队已经来拍入到国小骹球世界杯的决赛。5月11号开始，要伫高雄展开着4天的比赛，所以学校特别邀请到县内其他学校的骹球队共同训练，而且来交流着比赛的经验，要来拼世界杯的决赛。 南投水里国小女子骹球队伫学校安排下，正在甲其他学校骹球队进行交流比赛，希望伫5月11日国小骹球世界杯决赛进前增加一寡经验。我希望未来它是一个常态性，可能就1个月或2个月，然后一次性的乡镇，然后交流，然后让这个足球在水里蓬勃发展。 校方特别邀请其他学校队伍到水里国小办骹球交流比赛，来加强训练。各小朋友也可以从中学习跟其他队友比赛，然后得到许多他们要获得的一些知识跟经验。 南投县内水里国小甲双龙国小拢有拍入这摆世界杯决赛，校方希望讲南投乡亲会当共同来关心，替这个小将加油。 Hello， 我是叶明。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时的新闻内容，请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、开启小铃铛。